配合8號到10號開放65歲到69歲政府下資格民眾來注射，但市開設台南打疫苗來官方帳號，方便民眾來預約登記。超前部署因應未來疫苗陸續入來，要大量注射的需求，操作方便像訂餐登記免煩惱。目前加入好友的人數已經超過22000人，成為專屬於台南市的好工具。我們覺得，我們昨天下午3點開始這個開放，那到現在為止大概12個多鐘頭，16個鐘頭就已經有2000位完成這個預約完成登記的掛號登記的程序了。所以說，可見市民朋友們反應是非常好，因為單單一個大型施打站就已經2000人了。那所以說，我相信樂觀估計，大概今天下午下班前，這個就應該超過1半以上就能夠完成登記了。那目前為止，市民加入會員的這個部分大概有超過2萬人。那所以說，我們這個部分未來加入的市民越來越多，而且這套系統，台南市政府的台南打疫苗的這套系統，將來也可以用來做其他的部分，甚至包括登記演唱會的票，或者包括這個其他的部分，我們這個系統是可以讓台南市民將來在登記或是預約市府的各項服務的時候，也許可以更方便，不只是用在疫苗施打而已。就表示，這套系統的好處就是符合這些網絡族群的使用習慣，主要是針對人口密度較懸的都會區。如果無符合該提出的注射資格，或是登記屆滿時，系統就無法度擱再登記。換一句話講，完成預約登記就一定注會到，免煩惱擱要排隊。台南新聞關之何超邦採訪報道。